过来是有关彰化县长的选战，国民党的立委谢依凤来表态，要争取党内提名。不过，伊的亲小弟，也就是彰化县的议长谢展霖，接受到专访时讲，伊的老爸已经明确来表态，因谢假未来参加这届县长的选举。不过，谢依凤也是强调讲，伊争取提名的初发心无改变。二老魏才会再看落去啊。全新小改厝内的装潢，彰化县议长谢展霖真正带人来翕下届合体去红积极的品。张上节目时解说，伊是要避免选举时各方攻击。那因阿姊谢依凤是表态，要争取党内彰化县长的提名。我爸是也不愿意参选这个县长这一局，在家聊天的时候有很表明的，不会支持谢依凤。那如果他自己要没有啦，他他说不要参加县长这一局了。不要参选，我也不行啊。谢展霖透露，家族反对谢依凤参选，上大的顾虑是烦恼司法调查所带来的影响。为个公道党诶，谢展霖透露家己和阿姊有心结。那我跟他不合，就是小朋友教养的关系，他就骂我的小儿子啊，所以我就从那次以后开始对他袂爽。官家风声无共，当然选战也无共调。面对谢展霖也了讲，老爸无赞成下届选县长。谢依凤强调，继续争取提名的初衷未改，希望党中央赶紧完成初选的作业。而且表示国民党未听柯建富代表拿赢，主要是因为门为政府县长洪英忠甲郭廷邦有意思要争取。谢展霖更加提出做非力大联盟的想法，和民进党籍的前彰化市长柯建富以无党籍的身份对决另一立委陈素quyết。甚至透过蔡壁组团会，希望当和各问题见面。只要能对蓝白合有合作的，我认为都是可以谈的议题啊。只要制度一天不清楚，放话操作就不会停止。另外已经确定人选，哪样是变转整合，也正做目前的考验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